歡迎嚟到六壬偷嘅六壬占案。上一集睇咗個占病、占風水嘅卦，今集係一個占事業嘅卦，睇下我點睇得出呢份工係虛假嘅。有位朋友 Covid 疫情期間揾我，話有人介紹佢去做司機，負責運送檢測人員，想問下安唔安全，係咪 apply 好呢？好，起卦，我仔細睇呢個卦，日干上面見旬空、玄武，地支咁啱係本命，上見天空、繁用，又係大耗。旬空主虛無離開，玄武同天空又係欺詐之神，代表虛假，所以我斷請人係假嘅，或者話佢唔再請人啦。結果佢申請咗，但係之後都冇回音。呢個卦本身朋友係想問呢份工會唔會令佢中招呢？但係有更加突出嘅 message 嘅時候呢，係會喺卦入面反映出嚟嘅。呢個就係六壬時科繁謬奧妙之處。各位，完整嘅斷語同埋記錄可以睇上下嘅文字。下集再見。